使徒行傳第11章，使徒留在猶太全體嘅信徒，聽到有的外邦人也接受上帝嘅道這件事，所以彼得到耶路撒冷嘅時，佢哋主張外邦人也愛兩屬割禮嘅人，就批評佢講：你樣辦去無屬割禮嘅外邦人屋下做人客，要同佢哋共下食飯啊！彼得就將事情嘅經過一一老佢哋說明。佢講：在約帕上度祈禱嘅時，我入神看到一個異象，有東西對天堂降下來，像一塊大布嘅四隻角托頂，垂落在我嘅面前。我注意看，地背都有地上四腳嘅頭上、野畜、爬蟲，也有天堂嘅飛鳥。我又聽到有聲對我講：彼得，放起來，吃來食。我講：主啊，絕對做唔得。我從來冇食過禮儀上乜嘅污穢無창理嘅東西。對天堂來嘅神又講：上帝所結창嘅，你做唔得看作無창理。按樣一連3擺，最後嘅東西就輸轉天堂去。都猜嘅時，蘇派對凱撒利亞來尋我3個人，到我所吃嘅家人嘅屋下，聖靈指示我同佢哋共下去，唔是懷疑，也6個約帕嘅兄弟也同我共下去，我哋隆重入去哥尼流嘅屋度，哥尼流老我哋講，佢樣板看到一個天使企在佢嘅屋度，對佢講：你愛派人去約帕，請個喊做彼得嘅西門來，佢有話愛對人講，本兒老兒嘅全家得救。我一開始講到，聖靈就降臨在佢哋嘅身上，像頭一擺降臨在我哋身上同樣。我就想起主說講過，約翰用水洗禮，仲係你哋為兩屬聖靈嘅洗禮。既然上帝將這個恩賜也賜本給到外邦人，像我哋信主耶穌基督嘅事，佢賜本我哋嘅供養，我係乜人敢做得阻擋上帝嗎？佢哋聽到這條話，就冇再過批評，只有頌讚上帝講：按樣看起來，上帝也賜恩典本外邦人，本佢哋因悔改得到生命。那時，這條信徒因為司提反殉道所引起嘅迫害，分散到腓尼基、塞浦路斯和安提亞。佢哋只有對猶太人傳道，總係有的係在塞浦路斯和古利奈嘅信徒來到安提亞，佢哋也向希臘人傳主耶穌嘅福音，主嘅能力同佢哋共下，就有千多人相信來歸主。這消息傳到耶路撒冷嘅教會。佢哋就派巴拿巴去安提亞，巴拿巴去到嘅時，看到上帝賜福本嘅條人，就真歡喜。佢看佢哋大家愛專心一意信靠主。巴拿巴係一個好人，本聖靈充滿，有堅強嘅信心，因為咁樣，就有千多嘅人歸屬主。後來巴拿巴去大數尋掃羅，尋到以後就帶佢進安提亞，足足有1年嘅時間。佢兩下同教會嘅會友共下賜會，也教訓多多嘅人。信徒本人喊做基督徒，就是對安提亞開始嘅。嗰時有幾個先知對耶路撒冷來到安提亞，其中有一個名按到阿加布，佢得到聖靈嘅指示，看起來1年天下會有嚴重嘅饑荒。這個事到克羅地中強嘅事真經發生，所以信徒決定照特撒嘅力量出錢幫助喺在猶太嘅兄弟姊妹，佢哋就照按樣行，託巴拿巴老掃羅將錢帶去交本教會嘅總長老。